山寨之王伊朗终于不再山寨了。在美国的制裁下，伊朗的很多武器装备都是直接山寨美国，比如之前提到了闪电战斗机山寨美制 F5 战斗机， Fakeover 90空空导弹则是山寨了不死鸟。但在制造生产卡拉尔主战坦克时，伊朗却不再选择山寨，而是利用技术去制造生产。实际上，伊朗山寨较多的武器装备基本上都是空军配备的，在陆军装备上，伊朗还是有一定的技术水平的。比如坦克，伊朗是继以色列和埃及以后，中东地区第3个能够制造主战坦克的国家。与其他生产坦克装甲车辆的国家一样，伊朗也是采取了两面战略，制造新主战坦克的同时，对老式坦克进行改进，提升火力、装甲防护和机动力。只是伊朗的经济实力较弱，独立研发着实太过困难，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对老式坦克进行升级改进。在1997年的时候，伊朗便从俄罗斯引进了 T72S 坦克的生产线，并对此进行改进，并将其命名为希尔登坦克。不过无论怎么改造，以老旧坦克改进的坦克性能都有一个天花板，性能改进到一定程度之后都没办法继续提升。于是伊朗在俄罗斯的帮助下研制出了佐勒菲卡尔系列。最初的佐勒菲卡尔1坦克其实可以看到是 T72和 M60 的混合体，但是等到发展到佐勒菲卡尔3时，伊朗制造主战坦克的思想就逐渐摆脱了简单的拼凑模式，开始尝试对其进行重新设计和创新，并且得到俄罗斯的技术转让之后，伊朗的技术已经达到了研制主战坦克的水平，卡拉尔主战坦克的出现也就不意外了。根据伊朗的说法，卡拉尔坦克是伊朗国防工业部门从零开始设计制造的坦克，为100%国产，不用怀疑，基本上是打肿脸充胖子。卡拉尔主战坦克是伊朗本国自研技术，与乌克兰、俄罗斯、东欧引进技术相组合重新设计的一种坦克，外形和俄罗斯的 T90MS 坦克极为相似，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有在武器配备和发动机可能一致。卡拉尔主战坦克全长10米，车宽3.5米，战斗权重为44到48吨，成员3人。在关窗驾驶时，白天借助潜望镜，夜间则是使用微光夜视仪观察，并且在驾驶员潜望镜左侧还有一具昼夜摄像头，可将视频传输到驾驶员前的显示屏上，其下方还有一块多功能显示屏，为驾驶员提供车辆行驶状态、路况、数字地图等信息，大大提高了车辆行驶的安全性和可操作性。在装甲防护上，伊朗可谓是花费了大功夫。在单兵便携式反坦克导弹打击之下，没有挂载反应装甲的坦克根本就没有生存空间。于是伊朗便按照当前坦克的发展趋势，为卡拉尔坦克研制出了悬挂式附加防护系统，大幅度提高了防护能力。对比 T90MS 坦克，卡拉尔坦克的车体防护与其差不多，其车体使用钢板焊接制成，车体手上装甲覆盖整齐的砖块状反应装甲模块，车体侧裙板饰外还外挂2排类似 T90MS 的爆炸反应装甲模块，能够防御破甲弹威力550毫米钢装甲的巨能破甲弹的攻击。其炮塔的基本装甲为多层间隙式复合结构，而且与 T90MS 一样，都覆盖了反应装甲模块，可以抵御1200毫米破甲威力的反坦克导弹，同时配备了自动灭火易爆系统。为了降低被发现的概率，卡拉尔坦克在动力传动舱上安装了隔热板，但是 T90MS 坦克还在车体上使用了第3代化石通用爆炸反应装甲，不仅能有效抵御常规巨能弹药，还可以抵御串联战斗部的巨能弹药，以及防御穿甲弹的能力。而且卡塔尔装甲车上没有安装光电干扰系统，仅有与 902V 烟幕弹发射系统类似的气溶胶烟幕释放装置。卡拉尔坦克的火力其实也还不错，上面也提到了伊朗得到了俄罗斯的技术支持，所以其火炮概率与 T90MS 一致，都是 2A46M 系列125毫米滑膛炮。唯一不同的或许就是 T90MS 坦克安装的火炮型号更新，为 2A46M5，而卡拉尔的则是 2A46M1。不过无论哪一种型号，都安装了自动装弹系统。2A46M1 的射速为8发每分，手动装填时则降低为1到2发每分。该炮可以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射程为2到3公里，
同时 2A46M1 也可以保证可发射原本 2A46M 滑膛炮使用的各种类型和标号的弹药，包括射程4000到5000米的炮射导弹。与 T90MS 不同的是，卡拉尔坦克主炮上没有深管弯曲测定装置，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在卡拉尔坦克车长舱盖后，还有一座带有 12.7 毫米机枪的遥控武器站，配有光电瞄准具，可以360度旋转，车长和炮长均可以操纵该武器站射击。潜望镜左侧的昼夜摄像头拍摄的视频也可以传到车长面前的显示屏上，从而赋予车长360度周视察能力。同时，在卡拉尔坦克的炮塔上还安装了伊朗国防工业研究所开发的新型激光探测、跟踪和报警系统，用于增强其装甲战车的战场生存能力。该系统包括桅杆式激光探测器、显示和控制组件。桅杆式探测器装在坦克炮塔上方，具有方向360度、高低-20度到正60度的探测范围。显示器和控制组件则安装在车长的位置旁边，可以为成员提出来袭激光的方向与种类。而且，当己方坦克被敌方制导装置锁定时，该系统还能是自动发射烟雾弹，干扰敌方的制导系统。此外，坦克还安装了新型安全通信系统和导航系统，配备了一体化指挥自动化系统。除了火力、装甲防御，坦克的机动性能也十分重要。在加装新型装甲模块之后，卡拉尔坦克的战斗权重比 T72 更大，还有可能达到 T90MS 的48吨。所以对动力系统也可能使用 T90MS 使用的 V92S2 柴油发动机以及自动传动装置，配备能手动换挡的自动变速器和方向盘，其最大公路速度为70公里每小时，最大行程550公里，月壕宽2.5米，能涉水1.2米。而卡拉尔坦克配备的多光谱火控系统，能保证坦克全天候在不同级别冲突中拥有很高的作战效率。其多光谱综合式瞄准镜占用空间更小，而且火控系统在操控上大为简化，方便了成员培训和坦克维护。值得一提的是，在卡拉尔坦克的火控系统中还集成了烟幕释放系统、敌我识别系统和坦克营自动化指挥控制系统。瞄准镜能够向炮长和车长提供昼夜间广域搜索功能，从而高效地使用武器进行作战。车长能够将瞄准镜视场以最快的速度转移到目标区域，并且瞄准镜也可以自动跟踪锁定能力，并显示在炮长配备的显示屏幕上。车长棱镜式观察镜的一体化，保证了车长在近距离观察能力改进升级后的武器稳定系统，使调炮速度可达40度每秒。或许是不错的性能给了伊朗勇气。伊朗国防部部长声称，卡拉尔坦克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 T90MS， 但根据上述介绍来看，这基本上就是痴人说梦。卡拉尔坦克的装甲防护、火力以及机动性与 T72 坦克相比确实有一定提高，但想超过 T90MS， 伊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过对于伊朗而言，虽然卡拉尔坦克的性能还无法同国际市场上的高端坦克相提并论，但也缩小了伊朗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差距，具备了与土耳其阿勒泰坦克或者阿联酋装备的 M1A2 等第3代主战坦克对抗的能力。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下期见。